我双眼全盲，所以我用耳朵观察这个世界。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听声音的点点滴滴。我是王俊杰，你所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在这里，我们听声音的大小事。嗨，大家好，我是王俊杰，欢迎你再度收听《耳朵带我去旅行》。在我们这一集单集当中呢，我要为你访问到一位很特别的人物。他怎么样特别呢？首先呢，他唱歌已经唱了60年了，是一位就是歌唱达人哦，就不能说达人，是职人哦，今天是职人。这么说吧，就是我最近呢，在广播里面不小心就听到了他发行了新专辑，我吓了很大一跳，因为呢，我实际上在还没有访问他之前，我不是那么确定他的年纪是多大，但我知道他至少年近80了然后将近一个80岁的老歌星，然后唱歌惊为天人，就是要歌和你用，要歌和你好听，然后声音的饱和度啊等等，都叫你要好，我觉得受到很大的惊吓这个就是了不起，真的很了不起。然后呢，我就决定我一定要访问他。讲到他我还先对我细汉讲起，就是我差不多小学的时阵啊，可能小3、小4吧，我忘记了。然后呢，那有一段时间就在广播里面啊，或到处啊你就听到这首歌一直狂放送，就是明知自己无酒量，偏偏啉甲遐尼香，酒国英雄那时候，因为迄个时阵，若唱酒歌，差不多要唱啊饼足大声，拖车饼倒迄种声毋过听到伊用遮尔斯文的声伫唱迄个酒国英雄时，我其实感觉小时候的感觉这足无干足特别的就对啊。但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他是已经出道很久的歌手，我就叫是伊是台语歌的歌手。又搁较一阵啊以后，就听到讲啊，夜空嘛是伊唱的，然后那个苦酒满杯也是他。那后来呢，我一直到五专的时候，我在那个广播里面弹琴，也帮他伴奏，然后到后来我当了乐团领班的时候，常常在很多活动很多演唱会里面，或者就会邀请他。然后对于我来说这位前辈呢，现场就是非常的优雅非常的斯文，很客气。跟他在访问里面跟我提到的说，他其实有话直说然后他就是有啥讲啥，我很难联想在一起这样。那几十年不曾再见面，这一次因为专辑的关系，我积极的觉得一定要访问到他，给大家认识那年轻朋友也许你不知道他，但是呢我想会有很多人，你一听到他的名字你就想起来啊，一个请我呢。好，我要为你访问的是年近84岁的谢磊大哥在这一集当中，谢哥跟我们分享他带来的新专辑，叫做《再恨酒国英雄》，这是一张台语专辑然后听谢哥讲伊的这60年来拄到的真侪故事，跟唱片的故事，我感觉拢非常的精彩访谈的过程讲得很精彩，有一些呢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播，很可惜不过他讲话很有趣。好，废话不多说，我们来欢迎这个了不起的歌唱职人谢磊大哥。为什么大家对我年纪这么好奇？每一个从我开始宣布我几岁没有一次不问的。不是那个报纸每一天第一个开头就，后来我有一天跟他们讲说，你们被骗了，我没有那么大了。真的假的？真的好奇怪。你不觉得？就是你这样你现在这个辈分唱歌还可以唱那么稳，是一件很骄傲的事吗？也没有什么好骄傲，唱歌就这样。这样如果你唱不稳，就不会出来唱。对，没错。所以你都没在运动。哎呀，我最那个就是懒惰，不喜欢运动。那你怎么维持唱歌这件事？而且我在家里也很少唱歌。真的
你在家里很少唱歌？我唱歌是唱哎自己喜欢这样子。嗯然后比如说我要录唱片了，我很少一直学这些歌，我还是照样去卡拉 OK 唱些日本歌啊，什么乱七八糟。哦，这样子哦。我很少。那你，所以你记歌很快？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会常常乱北球呢。嗯，因为我都不去听他们原作那个他们的唱法。你说那个 demo 你不太听，对不对？你不觉得我唱歌从头到尾就是谢氏的唱法？是啊，是。我不喜欢学人家。嗯，所以你这几条歌，你咧背歌足紧的。还好啦。嗯。可是我跟你讲，我拍这一次那个在线九文友，我在拍 MV 的时候，我生病怎么了？就一下子我想，会不会到这里就 stop？ 整个怎么会这样子？嗯。然后我那拍出来，然后谢哥你怎么这样公公啊？嗯。就生病。嗯。太不晓得求好心切还是怎么样。嗯。其实我没有我唱歌不会特别去要怎么样。嗯。我唱完了过来就可以了。所以你也会去卡拉 OK 唱歌？是我生病以后，我生病，现在我有3次很严重的。嗯，我第一次是在香港的红磡。对。那红磡那个是，其实红磡我在生病以前，我自己都不晓得我有这种病啊。嗯。而且自以为好像无敌铁金刚。其实我身体不好。结果，因为那个时候我的那个健跑卡从来没有用过。我都不会用。你嘛没得感冒的对了。感冒就觉得随便吃就好了嘛。然后我很怕医生。我看到白袍了就怕了。我到现在还是这样比如说量血压我在家里量很标准的。一到医院怎么会这样？那医生压起来。你怎么讲？我说我刀都不是这样的啦，不是这样。有一次我就把我家里那个量血压器拿到那个医院去，才开始讲又升高了。我说我刚才这边量不是这样子。你说你这个是白袍恐惧症，紧张啦。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医生 head up 就压。对啊，很奇怪哦。所以拍 MV 的时候还生病。那一天可能是刚好下很大的雨。那个就好像一块淹水这样。那我们就我说那就不要拍嘛，停。我导演一定要拍，我很讨厌。因为他们就那首那个没那个小姐。美贤。那个怎么说？行看看那一首。行看看。就是在拍那一首。真的现在也下很大，所以我有拿雨伞拿雨伞在拍。我不喜欢这样硬拍，很讨厌。对。但因为你知道现在都有劳基法啦，什么他们一搬出来就是钱，他没有拍完他又要重新再来，你知道吗？咱较早当工课到半暝3点，赶一班的钱，他现在8个小时就是一班的钱。对。现在现在录唱片也没有钱赚。所以我不喜欢录。那你为什么这次会愿意来录这张专辑？没有这一家新代。我从我在新代差不多快10年了。现在是在南部那个。他们专门在录台语的。对。之前那个老板叫张，我叫旧长。他跟我很好可是我从来没有在他公司录过。伊拢特别讲阮请袂起你啦。来恁老高景的对啦。我来去高雄伊会带我去基丁吃海产。我不晓得后来就变这个简小姐，你有没有听过？她现在我们老板是简小姐。她以前是听说是公司的会计。她后来变老板。就是有一次我在台北，我们那个制作人有一个制作人叫陈明阳。
就是现在新代差不多他是总监呐，所以所有的上面都他来处理。他常常来台北，台北就约我出来喝咖啡，我们认识几十年了。伊讲你若不爱录啊，我讲不爱啊，录个也无钱赚，不爱听我是。伊讲来耍啦，好玩啦。我讲你哪有什么好玩？结果一直在讲，我讲到没有不好了，我来去录。就这样了。第一次跟他那个现在签了2年的约。我以前唱片约都不签的。我都不签。就是大家开心我们就录，讲好就好。然后就在那边第一张就录了那一首《我姓》跟乔佑。那首歌有没有宣传呢？那首歌没有宣传就莫名其妙就大家一起唱传唱，然后红起来。乔佑都变那么红了。红没有多久就被抓走了。这没有办法了，人家说人家别家那个才不然就是每一个人他会有更想要的去处对了。他们唱片公司比较有宣传，我们这家唱片公司都没有宣传的。就是靠我们自己这样乱跑。然后大家说这首歌为什么莫名其妙会红起来？那首歌就是石国人写的。其实之前石国人没有那么红。后来大家他们公司就马上禁止，不准给别人写。就要他写，对不对？不是，要在公司写公司的歌星。豪记啦，但是豪记那个时候他还跟我讲说，我跟我们公司说，别人都不写，谢雷我一定要写。他们还说好。结果第2张都不行，全部都不能在外面去。刚刚你聊到那个行行看看这一首歌啊，这是我在听你专辑的时候，我自己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歌，我自己个人很独特比较爱的一首歌。对，因为就是会写到很多，其实他每共会谢哥出专辑啊，会让很多以前听你的歌的人会很开心的，因为其实对因来讲，听即帮年轻人的歌，伊可能听袂下，不是人唔好，就是伊袂下。爱当听到亲像老朋友的人搁再唱歌给咱听，那是很开心的事。然后内底有这条行行看看，佮拄啊好是很多，因为听你的歌，大家现在嘛中年以上嘛吼，对这些事会很有感觉。我就不爱听。你就不爱听。搁想肝嘛已经流尽，今仔日才有一间厝来做守，心爱的咱就应该放下，行事自由行输命，春夏秋冬一天过一天。还剩偌多时间，搁这到底有几重？人生的任务嘛完成过半，敢着继续拼，吃老的留歹命。行行看看，世界到底有偌大？行行看看。人生的路途，才袂枉费白白行。
已经老尽，今仔日才有一间厝来做守，心爱的咱就应该放下，子孙自有子孙命。春夏秋冬一天过一天，也剩偌多时间，搁这到底有几担？人生的任务嘛完成过半，甘着继续拼，吃老的老歹命，行行看看。世界到底有偌大？行行看看，人生的路途，才袂枉费白白行。秋冬一天过一天，也剩偌多时间，搁这到底有几担？人生的任务嘛完成过半，甘着继续拼，吃老的老歹命，行行看看。世界到底有偌大？行行看看，人生的路途，才袂枉费白白行。龚晶晶，我跟你讲哦，第一次这一张是空了差不多2年，因为我在新代订过一年出一张，因为疫情的关系嘛，中间就有这个，录的时候那个我们老板你可以再录了吧，其实我被就饼头，我说不过我可以重新来，差不多了啦。他说好啊，所以我们全部都找好了歌，也是我自己找了，他也给我一点，然后要录之前那个江志峰，就打电话给那个简姐说，我这首歌很适合谢大哥唱你给他听听我们那个简小姐讲免啦，阮歌拢有啊，免啦，他又不死心，就打电话给我了。这个一首歌你听看嘛，他很客气，意思说你要不要录没有关系，但是你先听一个嘛，安尼。我讲歌拢有够安尼，不然你听听看啦。结果我给他听，我一听下去完了。我说这个歌根本就是为你写的。讲到这，我想要挖头问谢个一个代志吼，因为。伫个九国英雄进讲啊，你唱的是国语歌，然后突然间一夕之间，九国英雄一出来，我们大家意识到谢磊唱的台语歌这么好听。你那个时候我们你是什么原因会接受说不我来出台语唱片试看卖啊？其实我唱歌都顺其自然，我也没有说我一定要唱什么歌。所以你并没有这样子的。可是当时的环境，我歌唱比赛就是国语的，对，在简广全部是国语的，那我讲给人家听，人家不相信，我说那个时候我的国语不好真的我讲国语讲的离了刚才低高粱了我台语腔都当的对吧？不是这不大，而且我这个人又很爱面子，我就不讲话，人家还问我是尽量少讲，
我怕露出来我的国语不好。嘿嘿嘿。啊，结果我是在景广的时候，景广那个时候有一个在现场的节目，每个礼拜天的下午，然后有现场的乐队，空中歌厅啊，对，我小时候有听过。啊，那个主持人叫做陈梦华，陈姐，很漂亮哦，所以他一直纠正我的国语，他在教我每一首歌这样哪个字什么什么，像我们也有很多咬字，发音哦都不准的，啊，你就说这个不能这样唱，啊，就把我整个转过来，啊，所以我说我以前的国语讲不好，没有人要相信，那在景广那个环境，你不讲国语，讲不准都会被笑了，啊，所以很多人不晓得我是本省的，当然我是台语啦，什么是外省啦，啊，所以我个瞧瞧这外省，就是因为大家拢讲我外省。哦，是因为安尼哦，我在想讲为什么？因为在找歌的时候，他们只要把歌单放在桌上了，让我自己选的，啊，我就看到那我这个苗是外省的，很好玩哦，外省歌，我就讲歌词很棒这国台语那个写得非常好，我就给简单讲，我要唱这首歌，但是要找一个女的来合唱啊，我说都可以的，只要不跟张琪合唱我都可以。然后他就说我们公司的这些你去找这样，然后我就看到巧友了，就这样来的。哦，所以有时候很多事情都注定了，这个是缘分的。那你唱《九国英雄》的时候是什么缘分让你突然间转来唱台语歌？《九国英雄》其实是许安静，你知道？我知啊，那个名冠。他是在做唱片，其实他哥在做，啊，有在以用力做，签唱签什么签读的，签白啦，啊，签白了，签白。那个时候还不懂这个，我说为什么我们公司后面金公跟他好像那个工厂的，啊，都你签白，我签什么白了，我说不讲你拜白了签白，啊，他是做这个了。啊，那个时候叫我去找他找我去是要录那个台语歌，还有国语歌，国语老歌。你很多老歌可以就是重唱，有一段时间其实到现在也是，就是找你们来复刻以前别人唱的歌或你们自己唱的歌，再重来一次这样。我会去那名冠哦，是一个人介绍我，叫做那个叫什么名字？也是一个写歌的。我忘记他的名字。不要紧，他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再录唱片？因为大家知道我都不想录嘛。我说有一唱片公司阿里不达，我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我就介绍去那边。然后本来要录国语歌，等下不然来变台语。因为有一次在吃饭呐，然后说当我卖唱国语歌，你和我唱台语歌。你家己套的？系啊。伊讲你也不要唱台语歌，你外省的，你要唱啥？因为大家拢叫是你外省的。我唔是外省的啦，我也要唱台语歌呢，正经给赢啦。讲正经要唱哦，讲好啊。伊无你试唱啊？没有。你讲你想唱台语歌，伊就讲好不来安尼。我讲我也不要听，相信他哪里会懂得听。然后我录完了以后，我找那个陈百潭是我找的。哦，陈百潭是你找的？找他来写这个歌。然后那个时候两首《九国英雄》够好。那 B 面有一首歌叫做《分开才知影》。分开才知影。那个是蔡一周，蔡一周写的，蔡一周你知道？我知道。然后他们就说我应该打那个歌了，因为我的个性呢什么，较文啦，我也不会不要喝酒啦，不要假婚啦，不要跋筊啦，不要都没要，就为了这个他们许安静跟他哥哥两个人在吵架了，说写的不知这个下面还没背啦，就唱分开才知影这感情的。
许愿就讲，熬一定诶，因为他本身喜欢喝酒，后来就说我不然找那个迪化街那边卖东西的那个摊贩那些人，叫人来听，在公司来听歌，实测，我们怎么样也是一个歌星第一次找那些人听网上来选，2个投票了，结果投下比分了，不几十个，然后一样比分的对吧？都一样，后来选进甲我讲，你家己讲，你爱唱多一条，你家己讲我讲我是较会酒国音，伊讲是安怎？你不是不要啉？我感觉这4个字很吸引人家，很有力量。他说就这个歌啊，就口音。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很流行去跑夜市。对。我不去了，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跑过夜市边，就拍谁你知道吗？夜市是要从遐，伊讲，这工卖足济足济呢。我讲卖足济是你的，不是我的。美国他说，现在都流行这样。后来说我去过没有？我带了谢小鱼。那时候你就带着他跑夜市，以前个囡仔屁年你就出来跑夜市了，对。我这个《酒国英雄》里面有一首歌，北京景星就在里面。出来，大概去夜市啊，一倒顶哦。他那个时候是卡带啊，从一个房出的，伊就虽然就5、6岁呢，个跟在家呢，一个就这样唱，哇，那一个晚上卖好多，有的人一直跟我们跑，还有人一直跟你们跑不同的夜市，就对。我们在哪一天摊在跑吧，一个晚上几千张都卖掉了，然后说当然，那个小拱就是带我们跑，我们卖好多，一个晚上差不多几万，快10万的。我们带讲，那怎么去验啊？我昨去甲去共签一条10几万。我那么逗伊讲，哎呦，咱拼到要死。很好玩。因为伊主业毋是咧变这，酒国英雄影响真侪人呢。而且歌唱比赛尾后拢在唱这条歌呢。那么影响我，后来我就全部唱台语啊，就回不去唱国语啊。回不去哈。后来有在选进，我讲当然你我要唱国语歌，我一直这样。后来就是有一个连续剧啊，《还君明珠》，就让我唱，唱片头。主题曲《还君明珠》的主题曲，然后片尾曲是唐娜，唐娜曲，对，唐娜有演，有演哈，后来还是唱了几个，《还君明珠》，还有唱了《末代儿女情》，我唱片尾，陈淑桦唱片头，那个时候那片头片尾都要买的，对，对，以前是要买的。我们这种个性笨的，他卖花那个钱呢，不在下急，为什么要给钱呢？你想讲为什么搁去唱歌搁要共开钱？而且那个黄俊明是很便宜耶，那个谁那个制作人叫什么？女的杨佩佩，他说卖的我们便宜，他说10万块就好了，我10万块很多哎，按情况没有关系，我才知道说唱主题曲都要给钱，唱了1个2个，还有一个什么歌？3个，好像3个，我讲当然咱卖过花这个钱了，所以你拢会替人想这个代志？不是咱想个天生的，我喜欢你把那个钱给我不是好，比如说啦，所以环境不一样啊，无啦，但是这件谢哥哥在出这张专辑，尤其迄个再现酒国英雄，那个会勾起很多我们曾经听你歌的人的满满的回忆。对，真的是满满的回忆。然后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最赞叹的就是，虽然你做不爱阮安尼讲的，但这是事实。
甲即个坎站啊，你人唱安尼，实在互阮感觉有够赞叹。甲即个5、6、17、8岁，还佫会当唱甲安尼，真正，而且你内底佫有牵长音，迄长音佫牵到长，这真的是让我们很赞叹，因为我们一听就知道那个不是在录音室里面修出来的。哦，没有，我唱歌不喜欢修你说一直用那种那个修到那个我不喜欢。你不喜欢那个声音的，对？那种感觉我不喜欢，我喜欢实在的唱。所以应该一首歌嘛，唔免录足久的吧？我录这首歌足紧的，足紧的吼。那个江师傅讲，哎，谢大哥，你这样呢，然后录音室都没弹琴。一句干杯呀干杯，真牛！再现酒国英雄。听见熟悉音乐中，唱出往事每一幕。一句干杯呀干杯，迄曲真亮予他，才知使咱来坚强。因为过去的创伤，已经救国的英雄，将希望来换保重。惊困难的风霜，予咱信心的力量。毋惊重重的波浪，拍断手骨颠倒勇。日子过往的伤痕，未来感激的路途。救国英雄的倔强，永远陪人继续唱。听见熟悉音乐中，唱出往事每一幕。一句干杯呀干杯，迄曲真亮予他，才知使咱来坚强。因为过去的创伤，已经救国的英雄，将希望来换保重。毋惊困难的风霜，予咱信心的力量。毋惊重重的波浪，拍断手骨颠倒勇。日子过往的伤痕，未来感激的路途。救国英雄的倔强，永远陪人继续唱。毋惊困难的风霜，予咱信心的力量。毋惊重重的波浪，拍断手骨颠倒勇。日子过往的伤痕，未来感激的路途。救国英雄的倔强，永远陪人继续唱。这个其实你的这个专辑内底啊，也精美了这首歌，嘛是我个人会介意的歌啦。因为迄个即摆的台语歌，无亲像会当听到这种有一点复古风，然后和声唱起来佫有传统的台语味的这种歌真少。然后又特别是你谢氏风格来唱的时阵，这是你拣的还是唱片公司拣予你的？这是那个也是这种简志峰，你知道吗？简志峰，我知道，他也在写歌。他
他本来有给我一首歌，我不要了，因为我这个人歌我比较不客气的，这不好就算了嘛。对。他说有一首，因为你也免唱心声的啊。他说有一首，因为他有一系列雅雅情，你知道哦，咿雅情，雅雅情，然后我现在有一个雅雅情比料，我拿来看看，然后说我要唱这首歌，但是讲真的，我很久没有唱这种所谓的情歌了。对，我每次开玩笑说，你给我唱这个四段歌，我不要唱，我唔得叫我们帮唱掉。有真的我就不晓得怎么唱，结果我整张唱片没有这种味道的歌，我录唱片呢，我不喜欢他们说唱片要一系列，前面一样的哈，什么首我不喜欢这样，我要每一首最好都不一样。对，结果这首回来我说，公司讲我们简小姐讲，你嘛唱这款歌也袂歹呢，你敢若红棒手起啊，咁要死啊！干嘛呢？所以有时候歌要去尝试啊。哎呀，无主要是因为你无种惊无毋对，毋过你的声适合啊，就亲像伊个酒国英雄，你也袂晓食酒啊，对啊。毋过你唱起来，其实因为谢哥，你知道我们如果想象啊，酒国英雄一定是那种。会是那种卡拉 OK 里面男生那种啉落去，然后唱个足大白的安尼，大细声哀有无吼？结果是你安尼文文啊唱，看讲，他那种反差就很有意思，你知道吗？这种一种忧郁的酒国英雄。我唱歌也是有一种我自己啊，我比较要顺起来，比较自然的，我不要太over 我特别，我看很多人在唱那种台语歌，我不喜欢唱这样的。对，你几乎没有那种。其实我可以唱这样的，但是我不要。我相信啊，我相信。你就是一个闷开的。为什么原因会进到唱歌这个行业来啊？我就去歌唱比赛了，有一次那个警广嘛，警察广播电台，他们有一个宣导交通的。不是真正的歌唱比赛了，因为早期讲了，全世界嘛知我啦，民国53年，52年，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刚好唱60年，一假期的时间。然后那个时候是为了，不是要当歌星的，不可能当歌星，就是为了那个奖金200块。这样子是为了奖金？200块，那。他有指定三首歌，一首是红绿灯，一首十字路口，一首是斑马线。这东西交通安全的歌了，对吧？那个时候在宣导，因为早期我们台湾人对这个交通没有概念，就这样，你一定要选唱里面，然后你自己再唱你是自选曲的，所以我说这就简单的，以前也没有卡拉 OK，就每天他每天是几点到几点他就播，你也学，这样学的，然后你就写信去跟他要这歌谱，还好啊，我刚刚学会了会看歌那个简谱啊，因为有一次我在中山北路走路的时候，那旁边就有一个叫幼师合唱团在招考团员，然后我就起来看嘛呀，幼师合唱团，迄阵就有啊，迄阵他们在练习我就讲，我可以吗？你几岁？我说我16，那16有时间。他说年纪这么小，我讲不然你唱一个给我们听。我说我不然唱几句，我不知道唱什么我唱天伦歌。人间有福，那个就比较难唱。你声音那么高啊？我不知道，我就这样。好，就下来。就里面有一个唱天啊，就是一个36岁，年纪最大。我16岁，年纪最2个人唱天啊。我说这个唱歌，那个时候想赚钱。他说我们没有钱，反正你去表演都有糖果啦，我送什么什么。我们要给的就对了。但是他有教你，教一些简单的
那个唱歌技术、歌词啊、歌谱啊，我就在那边学，学那个简谱这样，所以他们就奇怪，你怎么会这个？因为我读书也读不好，什么都不好。那你怎么会看谱？就是在那边学。在那边学。然后因为参加景广的歌唱比赛，你有得了一人棒。没有，本来我是第2名了，张琪第1名，所以我很生气啊。我转头就要走了，我讲第2名没有钱嘛，我就要走了。那个李鹏元，你是一个前辈，他是制作人嘛，他很热心的，他说先毛球啊，你不要走了，你有得名次，我说我知道第2名啊，说对，我说那个女的唱那么难听，你给她第1名，我真的我不懂，就直接跟他讲话，他唱那么难听，唱那什么歌？他唱那个周璇的歌的，很细的那个。五月的风，我说这个歌第1名，他说来了，第2名也有200块了，有加载，还有200块，那我就留下来，所以那个时候开始留在那边，就每个礼拜当他们的固定的那个班底。其实我跟你讲，很多事情都注定了。我在景广待一段时间了，我待不下去，为什么？我很讨厌那个女人。我们不要讲谁。我的个性是很直接的。我不喜欢那种太会羞羞啊，然后太会跟那个台长谁呢？他有工作了。唱片给他去管，一个月多200。我嫉妒又羡慕。我跟等我不要唱了，我要回去了。我真的回去了。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在圆环那边卖草药，可以切草店。切草店。我妈妈不喜欢唱歌，不喜欢唱歌。我每次在家里一发音了，她就骂我。伊干嘛你做戏啊呀？不是，她就是不要。她说你要学那个草药我很怕那个，我觉得那个很脏的。她说这个也是在救人，然后你有一技之长，那又不是真的医生，我才不要。就这样常常跟他吵架。结果我后来回来，我说我大概没有办法当歌星了，我回去当我的谢医师了。那个草药要用那石头这样就把它弄倒这样倒。那我有时候看到你在长那个东西，我不敢过去。他就算了。就回去差不多几个月，又在圆环那边走路，就碰到李丰源了。他骑个脚踏车。行，你怎么不来共唱？我说不要了。我说你们不喜欢。我们这种书读不多了，很直接，常常得罪人都不知道。我都会直接讲了。他说来，我给你录唱片。听到录唱片真的假的？阿扁的话，所以他从那包包拿一张歌谱，那歌名我还记得，叫做《难忘你那一双眼睛》。我说这歌一定很好。我说真的要给我唱啊，对不对？你来练啊。我再回去啊。结果那半天也没有给我唱，人家不要，人家要给那个以前有一个叫尹建平，去邵氏叫做康威后来胡燕妮嫁给他，长得很帅，然后讲一直在景广在主持节目，那讲国语讲得很棒，京片。所以，可是我那一阵子在那练以后，对唱歌越有兴趣了，然后就干脆就在那边，就留下来。那个时候写的名还没好，还没。后来就有一天我们在讲说，我们应该换个艺名。我谢茂雄好难听谢茂雄较先唱台语的，无用应该唱台语有无？还是日语的。日语的嘛会使。结果我们就在讲，我要用，以前都自以为了，我这个雷很不错，一雷天下响，叫雷现在。其实张琪不叫张琪本名叫张有琴，
张琴这个本来是他的名字哦，他就琴发音太闭走，琴拍念，旗这样开比较好，所以它变成张旗。哦，是安尼来。那所以我因为帮大家问一个好玩的，就是因为恁迄个时阵拢爱考那个歌星证啊，你也要吧？当然要，那个已经在后面去是出唱片之前，还是出了唱片再考就好了？没有，就那一阵子他这种等于是一个运动了。哦，它是一个运动，就对。然后觉得说，这些歌星大家赚太多钱了，来做什么？不谁那个馊主意？那个我跟你讲那个时代最红的一个歌星叫做姚苏蓉。姚苏蓉，国外我红到多厉害，复兴的人。结果他去考歌星证没有考上。假的？对呀。为什么？很讽刺哦。他国语不标准吗？所以他唱的那个我是运气啊，我抽到高山青了，现在起码还是。还有一个什么歌我都会唱啊。姚苏蓉没有考上。对呀。他国语应该比文夏老师好啊。他不是国语的问题，是那歌他不会唱，因为很多他们自己写出来的那些想出风的学生，叫爱国歌曲、健康歌曲了，唱歌有什么健康歌曲了？那歌很难，很不好唱。那个音阶都不是很对了，不是正常的那一种了。对了，就不要轻易惯。你算考到高山青了对吧？这几件就过啊。还有一首不知道什么东西。但哇，原来姚苏蓉没有过很好笑。所以他后来也没有再考了。那不要考啊！他不要考了。那你现在对于唱歌这件事，你会，就算你出专辑，然后我们大家也很喜欢你上台唱歌给我们听，但是你自己会常常想说我不爱唱啊，你吗？讲真的虽然我唱这么久，而且我跟一般的歌星我群星会，你说他们说也唱几十年，他们中间都没有唱嘛？对。那有的唱20年，他结婚40年，他也是唱。他也是对啊，对，他也是唱一遍，这不能这样算。你是一直都在唱。我是从头到尾没有休息的。歌唱公务员。除了生病，而且我都在国外唱。然后，所以他们觉得你唱到这样不会累啊。讲真的，有时候累啊。可是一上台就好了。上台就好了。像那一天做那个签唱会，其实我生病又不想再做演唱会了。可是我跟公司说你不用唱那么多了，唱2-3首是吧？叫别人唱，就我自己整张给他唱完了。你还是上台就不行了就忍不住。然后我们那个谢小玉大家都拿茶给我，要不要喝？不用，从头这样真的，这种。有点，他们说3838这样。不啦，见到观众就很像见到老朋友。然后，难得这么近的那个距离，还跟他们聊天，因为我以前不大会讲话，他们说我就为难跟他，你叫我别讲，以前我不敢讲话的。大家可以回头看一下谢哥，有一些在 YouTube 上有人放上一些以前他在各个地方开大型演唱会的片段你们可以去留意一下，他没有骗你，他几乎在上面就一直唱阿伯山那个人开讲。今晚变就搞诶，今晚才爱开讲，而且你知影今晚台湾人足趣味的，台湾人今晚听演唱会希望人歌手较济你该开讲。真的，他们喜欢，喜欢这样。很特别，我的故事太多了。我每次开玩笑，我就讲他们要听，我说交200。对，我刚说签名的时候交200。我不讲了，200算俗。真的，我这从开始到这中间碰太多事情，你们知道呀，不知道呀，太多。就是这样谢哥，伫咱这个圈子内底，
尤其是像你们你曾经经历过非常好的时代，这个是很多年轻人没有机会经历的很好的时代，然后包含乐手也好啊，或者像歌手也好，曾经经历那个时代，大家有机会赚到钱。那我要问你的就是，很多人都没有好好把它留下来，你有留得来吗？你要叫我讲真话还是假话？当然是要讲真话。我上次问孔锵，他跟我很骄傲的说，我除了用某较凶摕足侪钱给某以外，我都有留得来。我也没有说什么了，我是该自己要保护自己的应该都有，就对， OK 保护自己的都有。对的，我觉得这个在圈子上，你实在不要赌，一般都是赌坏掉了。对，你能用我多少？对不对？不然就是女人了。不你兄我弟啊。其他的根本比较没有这种事情。那因为我也没有小孩，小孩都是别人的。可是还是要给他们的。然后你也不赌。其实我赌以前。也有小时候年轻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歌厅的时候。常常嘛赌。但是我没超过了。就玩太大的那个。我是这个人，我是自己要稍微节制一下。以咱的讲法就是讲麻雀有拍啦，不过母叫无播。母叫一下。就是那种赌很大的那种，一到变生死的一种，那个就没有嘛，那叫母叫。十八刀啊，那个我不要。说些白啊，你麻就太大了，像以前很多人赌到那个都欠很多钱的。对。其实那个时候在包档的时候，很多都是那些有地位的。那他在晚上他会就说，晚上来算一下，来。其实伊就要把你的钱赚回去啊。上一次在东王那个时候，然后张飞在主持，那会议厅我们都在那，我说，他说，谢谢，听说你会打牌嘛？我会，晚上来打，我打多大？他跟我讲说，你要打多大都可以。我说不是啊，太大了，我不要了。结果他们就说，不然怕亏钱没有办法。我最多打300、100。你知道那个人给我回什么？说300、100是平民在打的，都平民在打。我就是平民了。因是1万底的对啊。那因为他说，不然我找费玉清跟你合伙。我说我不要。像费玉清他也不会说多大打，他不会的。然后在那边很多人就打到。对，就是没猜在探级。所以谢哥也是有定力的典范。没有，我每次想说我们没有那么好的头脑。那我们就开灵魂呢。只能这个样子嘛。像那阿关塞最近跟我合唱这个，他是一个图书嘛。对，我就是要再来聊阿关塞这个人了。我说你不要乱赌，他会打牌。我说很多人就是因为赌，然后整个没有。而且我伫迄个新闻资料内底，谢哥讲一段话，我心有戚戚焉吼，因为我嘛定定咧教一寡比我较少年人讲共款的话，就是不要忘了你的主业，因为你讲叫伊的主业是厨师，不是歌手，歌手是来斜杠的嘛。对。千万唔通骹步打叉，戆戆。因为有的年轻人就说，一碰到叫五花四色、把十色，他就忘记了。我唱一首歌，他就觉得我是歌王了。都会这样。我说那你就完了。所以阿关塞我就讲，我不教唱歌，我可以指点你。但是唯一的就是你绝对不能辞掉你的工作。
他做到很好嘞，他后来就是还在大陆去比赛。哦，真的哦。他10名之内，然后他也出书，他也写书。可是他有一个个性，就是太容易相信人家的话。喜欢这样子。我说他嗨牌的对啦。我说你没有必要，而且他离婚了。还有2个小孩。他在带吗？没有，他是给他前妻。前妻。然后我每次我都讽刺他，我说厨师一般10个8个都是不是叫的就你说哪可能？我说就是这样。我说我讲的一定是有的。我说不可以这样。然后这个圈子里呢不是那么简单，你不要碰到人家好像都是你的好朋友。我讲一句，我说好朋友没有那么多了。好朋友有几个才叫好朋友？是，都是好朋友，这是不是好朋友？对。你别讲啊，人家有心你也不知道啊。就这个你讲的，他还没有开始录专辑，我就所有这个圈子大致我都跟他讲说，你讲的很准我废话，当然很准。阿美录专辑，你就先帮他上好课了，对不对？我觉得他们就有那种心态了。他觉得他会电嘛，那几个朋友也是很喜欢唱歌，他就没有这个机会嘛。其实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他是比较外公，你是脸皮比较厚。那一天你直接问我说，现在我跟你学唱歌。他直接开口，对不对？我说没有人敢这样嘛。我也直接跟他说我不要。我说我教过太多了我碰到了我不想讲。你说那些鬼故的太多了。但是我不要再讲。过了嘛。所以说我不要，我这个时候我不想找麻烦。我没了，我不会了。我每一个人嘛这样讲。对，多桃心来龙宫不会。所以到有一次他煮了一个姜葱，什么鱼很好吃。我说你这个鱼好好吃哦。它是江浙菜。我说公你叫我唱歌，我每天煮给你听。搞我威胁。这部较早迄个金庸武侠小说里面也有相同一个桥段，迄个《射雕英雄传》内底迄个洪七公就爱吃物件的，然后有一个女生叫黄蓉啊，黄蓉就因为想要他教那个郭靖功夫，就用食物一直养着他。为了要吃每一道菜，每天换一道菜，换了好几个月。他讲真的，他煮那个小菜很好吃。我说阿满，我们下一次我们就要吃小菜，我们不要大餐不要便宜。我不可以这样。用这边以主家跟你换唱歌啊。我平常讲我也蛮会看人。你真的那些对吧？我就觉得一个人要看一个人，也不能全部听别人讲。对。你自己跟他相处，你就知道，每一个人都有缺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喜好。有的是比较，比如说爱出风头了，爱什么。我就跟他讲说，尽量不要了。因为你现在什么也不是。你不要以为你录一个歌就是巨星，我都没有这回事。然后我就希望他把歌学，因为现在素人太多了，对不对？你要比人家好很难。最起码你要有自己的风格。所以你的风格就是你会煮菜啦。所以我们公司做一首歌煮菜给他唱。所以恁搁一条，所以恁准备有个迄条歌都叫啥？菜刀换卖过，就可爱。那个是我的朋友，一个蔡荣祖，一个年轻也不年轻了，他写很少。我们因为我们常常去喝咖啡，桃园。那喝咖啡就我常常讲一句，
喝咖啡谈是非啦，功劳也拍尾，就好给你，就好给你的。我喜欢这样一堆人。他说：“我来写一首歌给你。”我说：“写什么？”他的重点就在煮菜啊什么。没有，我们不要这样，因为他以前是拿菜刀，现在要拿麦克风，他就想到这个点子，我就听他讲这个，OK 哦，这个没办呢，就开始写这个，所以。再很九国英雄，这是谢哥这张专辑的名称。然后，最近因为我有时地都会转一下广播嘛，我真的打得蛮凶的。然后，但这一首歌还没有特别被打到。但是我刚跟谢哥聊下来，我们两个人都爱这首歌，就是他专辑的最后这一首歌，歌名叫做的蔡的哇麦克，然后跟他一起唱的阿班塞真的是一位厨师，然后我很开心访问到谢哥，我刚在听你讲故事的时候，我都想说我可以一次跟你录很多集这样子。对，下次谢谢谢哥，我的故事讲不完，真的，再次谢谢谢哥。没有，谢谢你，几十年以后再见面了。对，我认识谢哥的时候，我还是小朋友，17、18岁。可是你小朋友跟现在没有差。那你在真鹅了哦。谢谢。非常谢谢谢哥接受我的访问，然后聊天的过程很开心，然后听长辈、听前辈讲故事，有时候我觉得就是一种享受啦。我不晓得你的感觉是什么。祝福谢哥身体健康，然后还有真多时间能当唱歌给咱听。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邀请你可以上我的粉丝页，你可以打钢琴诗人王俊杰，你可以在粉丝页留下你的想法、你的分享给我。我每一集的节目都会留一则贴文在上面。同时呢，你也可以在你的收听平台帮我按评分5颗星，帮我把我的节目介绍给更多人认识。要个我，如果你就是想要在Podcast 上面留言的话呢，拍谁因为我目睭看不到，我都每一个地方都去海巡，所以如果你是用 Apple Podcast 的话，你就可以在那里留言给我。好哦，那我们下一次的单集再见。再度我做卖句创作新流行，有缘来斗阵，不免太加交定情。我风大雨，感谢有你的鼓励肯心。人生有常，爱勇敢展出热情，不怕失败，唱出海的人生。的一生有起有落，看过万千风景，风风雨雨，万事拢是看好情。你我用心，才是真感情。人生路上，一直车跋境，有苦有甜。不敢甲人比拼，坎坎坷坷，拢是一步一脚印。再度我做卖句创作新流行，有缘来斗阵，不免太加交定情。大风大雨，感谢有你的鼓励肯心。人生有常，爱勇敢展出热情，不怕失败，唱出海的人生。
声有你的鼓励牵心，人生有常，爱勇敢坚持热情，不惊失败，唱出海海的人生。